Hello， 又係我發奶喺羅 plus 1分鐘整合重點法庭新聞嘅時間。一星期冇見，大家有冇掛住我呢？日前港大教授張其中喺2018年用電線勒死太太，原審謀殺罪成判終身。佢舊年上訴得直重審，再以減責神志失常認誤殺罪。法官指佢受抑鬱同工作壓力影響，判囚7年4個月，計還合議服刑約11年，預計可即時獲釋。而蔡天鳳碎屍案前家姑李瑞香幫通緝多年嘅仔礦港至潛逃，佢承認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，法官話詞無多敗疑，批評佢衝擊司法制度，判囚18個月。36歲媽媽拍低2歲仔同自己口交以及仔女互動不雅片段，再 send 俾老公。佢承認2項嚴重猥褻同3項製作兒童色情物品罪，法官均拒此掠食者，兒子仲愛佢令人心碎，判囚30個月。42歲男警8次用3.85公斤重嘅被蓋9個月大仔個頭，仔最後昏迷死亡，早前認虐兒罪判囚14個月，佢上訴被駁回，官話無論點重複都冇說服力，維持原判。40歲律師陸建庭喺交友壓職12歲女童2度帶返柏麗灣屋企非法性交，仲拍204張色情相9條片，佢承認5罪包括非法性交同製作兒童色情物品，要索取精神科報告，還押至11月17號判刑。今集講住咁多先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